Hello，我拄做一件足饭桶诶代志，今日做饭桶诶代志就是我无甲这藏落来，嘿，因为我逐堂课，好，我小介绍一下，介绍家己一下吼，我细佬吼，我伫个学校做先生，做代课诶兼课先生，差不多做10多年，10多年内面我嘛有教过家己啊，逐堂课吼，每一个先生伊拢有家己诶特殊诶特点。专长，我诶专长就是随时甲叫过去代课，我拢会晓教出一寡有诶无诶。因为平常时我诶生活中就是咧备课，你敢知？平常时伫咧备课诶人，免伤惊吓讲，因今仔要上啥，因为伊诶生活中足济就是伊家己做即个社会诶学生，对社会中学来诶物件，家己先做一个吸收，安尼才教互囡仔人。嘿，咱做先生毋着拢安尼。所以讲诶，恁清华先生伊嘛是共款，伊伫咧即方面，母语教育诶政策诶方面，嘛应该是诚先锋吼。无啥物人伫伊诶头前，伊敢会当先哪学哪教，我嘛看会出来吼。内面有一寡物件，即马看起来可能淡薄仔爱调整一寡，但是讲吼，大部分拢是诚好诶想法啦吼。好，而且解说了嘛诚条文吼。好，安尼我拄则讲着，毋若是李登辉吼，今仔日特别要讲诶就是李登辉。因为我本人做诶做一个国民党家庭，基层国民党技术工家庭出来诶囡仔人哦，人会叫阮讲哈你趁有钱啊，咱过好生活就好啊，就是讲着台语一部分，伊就是较夹伫咧迄个国语政策内面，明明着正会晓讲台语诶，一大阵主席，毋若主席，因毋是主席啊，阁有足侪教会哦吼，足侪教会人嘛是拢会晓讲台语诶，好无？吼，因就是国语教会甲主席，阁有吼，真侪人拢会晓讲台语客话。拢无去传有啥物，因就是因为政党诶关系，因卡伫咧遐，想讲安尼是毋是会甲囡仔人搁拆线开？无遐简单啊啦，阮已经救袂赴啊，恁紧来救啦！你顶回着互阮一个诚好诶例子，伊就是伫咧我细汉诶时阵，迄细汉时阵，逐家拢会笑讲，李登辉，个人认为牛头牌的最好啦。那个毋知是林墉讲还是啥，林墉讲我细汉时阵，阁有编一首歌叫做《阳光 Everybody Loves You》，佮做讲，即条歌，明明就是 L.A. Boy 的歌嘛，对不对？L.A. Boys 的歌，你会当做林墉讲的哦，竞选歌呢？细汉时阵讲种爽笑，莫怪大汉的搁咧舞即个政治舞则深，好。你讲到迄、个就是甲我关系诚歹诶一个王先生因阿公啊，因阿公嘛对台湾做诚济，是一个足大诶商人，叫生理人，歹毋是商人啦，吼，生理人，足大诶生理人，伊创造了一个会当诶范例，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，你着爱台湾，你有家己诶方式。毋管因兜诶政治立场甲我是毋是有共款，因为咱出身无共嘛，我是有一个会问阿公啊，阮母也是伫咧外省人诶迄个照看之下大汉诶，阮本来就是有一寡中华诶本来诶底伫遐，吼。中华诶较难，毋是无关系啊吼，好，台中是有分啊，台中有因家己诶迄个每一个所在，吼，地缘关系吼。我无法度讲遐济啊啦吼，就是伊是有一个诚好诶范例，就是毋管你是啥物党诶，你若是对你家己诶母语、你家己母文化有想法，尽量甲伊写落来，无电脑我共款，甲伊记录起来，就是用读册诶方式，录影家己读册，就会当甲伊记录起来啊，敢毋是？所以讲呢。
啊，今仔要行到即个李登辉台湾国民党时代，就是因为迄个伤紧啊啦。因为我细汉时阵就是李登辉做总统啊，伊第一届选总统的时阵，我已经生出来啊啦吼。好，啊，我来读第五节第三阶段李登辉台湾国民党时代的一篇啊吼。哦，好，哪看哪读吼，会读无顺了，原谅一下吼。好，心内原谅他。好，1990年代开始，李登辉政权声称完成宁静革命，甲原来外省人掌握的国民党的党政军实权掠过来。部分的国民党的基本教义派出走，另外组织中华新党。哦，原来新党的名就叫做中华新党哦。好，即马才知。好，再来，李登辉改国名。嘿，李登辉甲国名哦，改做中华民国在台湾。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就是我细汉时阵课本内面写的吼。你熟悉台湾迄迄三本内面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。因领导的国民党互称作台湾国民党，迄个时阵就叫台湾国民党，会叫做台湾国民党，其实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吼。因为最近搁咧查，拄啊好讲着一篇，拄啊好吼，哎，你骹嚼哦，时间接啊嚼。好，哎，李登辉以即种非常暧昧的国家政策，伫独立甲统一的中叶芳求生存。统一要过啊无吼，还是独立？徛稳无？伫中叶芳求生存。遮侪台湾人，包括真侪民进党的领导阶层的人，犯着严重的李登辉情结。因相信李登辉的经营大台湾、建立新中原，其实就是台湾独立的新包装。我头壳有一个想法着，我甲李登辉想的有共，要共啊吼。因为伊知影有一寡代志是袂晓得单调的啦吼。伊可能有时代性的部分，但是我无去开达个咱学校，我毋知实际上伊甲内面的人讲啥吼。李登辉的台湾国民党时代，有人已经公开宣称是后殖民时代来临。后殖民时代的意思，咱要甲迄个殖民摕掉啊，摕掉了后有一寡症状，就咱就讲啊，也是感觉讲英语袂歹，有一个较文明的语言带领咱啊。好。安尼的讲法，到底有几分的是事实的？咱伫遮要按伊的语言政策的语言教育的政策来观察哦。要按伊的语言教育政策来观察哦。好啊，要开始哦。1993年，台湾人郭维欢担任教育部长。1993年。即个教育部长我无听过，从来无听过。正式宣布要实行双语教育。啥物是双语教育？即摆搁咧讲。好，新修订的国小课程标准决定，按96年开始，伫3年到6年正式乡土教学活动。乡土教学活动是迄阵的双语教育。一科，其中包括乡土语言教学。伊就想讲，遮尔啊济会晓讲乡土语言的人，一定有会晓读册、会晓教人的。根本就迄阵嘛无想着讲，伫政策观点，伫规个授课啊，迄个问，迄个迄个毋知咩啊讲啊，门槛看袂过，逐届查，逐届袂记，看袂过啦。好，乡土教学活动一科呢，每礼拜上一节50分钟，其中也搁爱包括台湾历史、台湾地理、台湾自然、艺术甲语言。哦，你上乡土语言，你有插啊遐济哦？
我是无遐厉害啦。安尼落，安尼甲平均落来，母语教育所占的比例差不多是0.05%，比较华语的400分钟，拄啊好是1/4。逐礼拜一节尔。哦，逐礼拜一节是即个比率咯。哦，好。台湾台语甲华语的比例差40倍。郭维藩讲是要实行双语教育，伊的意思就是讲39:1啦，毋是啦，是40:1啦。好，这做歹算的，是40:1，这是双语教育。即嘛是啥？外语叫要比中文较济啊，夭寿。嘿啦，我感觉夭寿啦。教育部的母语教育语言政策是安怎样呢？教育部互地方政府家己决定教材，甚至有权决定是毋是要实施。学校嘛有权家己决定是毋是要实施，要安怎实施？老师嘛有权家己决定要是毋教，要安怎教？学生嘛有权决定是毋是要学，表面上确实受教民主。好啦，这就是简单的迄种教学的自主权啦，教学自主权啦，这是阮迄个学过的师资培养的迄学生拢一定会知影的。抗别课程啊，抗别课程就是你平常时甲学生伫咧下课的时阵跋烂，迄就是抗别课程会当学教的物件啦。物件同学偷物件，紧，后即节课一定爱处理。好，听讲你有人偷物件是毋是？即节课莫上啊，咱来处理一件代志。大家徛起来，把物件放落来，徛起来。讲啊，徛起来，无是要甲互偷偌济哈？你着爱安尼教。迄就是乡土课程的安尼，乡土课程的同学，台语老师无介意吼，无爱学啊，无爱学啊，好啊，咱来学客话来。老师的句仔好会晓客话，咱即节课来上看觅客话，毋是真会晓，毋是客家庄，吼，恁要学了。无看袂起闽南语先生，好袂要紧。客家庄咱来学客话，老师拄啊好会晓，安尼我来教。即节着学看觅，你看隔壁的同学学了，听了真乖，安尼恁是故意为难先生要创啥？这是机会教育吼，迄是爱掠着迄个机会。教育看觅，若是因有学生抗议啊，啥物？家长会当来查，但是因就是无爱听这老师讲话，可能无聊。你可能听袂出伊家己，伊迄教的物件内面是毋是伊是较传统，还是安怎？你无去甲伊参详，直接安尼，无爱上啊，那落毛囝咧，无变吼，台湾无变吼，即摆是老毛头带老毛囝去学校，被匹配叫啊，我无讲啥好。教育部的母语教育就是完全放任，是一种放牛食草的政策。放牛班的命运，将其尾流就是自生自灭啦。台语研究所教授甘文如针对台湾母语教育的现状分析，发现讲自己推行母语教育的县市，全部拢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，包括台北县、宜兰县、新竹县，迄阵是民进党的台南县、高雄县等数，台北县、宜兰县、新竹县、台南县、高雄县、屏东县，伫咧民进党的苏贞昌执政的时阵，全权推行，但是另外国民党执政就无执行啊，因为到即马到当，我感觉讲吼，屏东的台语可能保存了上好诶甲宜兰可能有通拼吼，屏东台语
保存有够好诶吼。好，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，好，我听电讲一下，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促进会针对1993年县市长候选人的母语教育态度进行调查发现讲国民党的候选人，敢若一半左右有意愿编母语教材。1993年，国民党敢若一半要编母语教材，一定是另外一半就是国语教育较重要啦，母语要怎啊？这也无包括4位拒绝受访者。我这是对我想艰苦啊。可能是因兜是正深的深蓝，但是因兜佫讲台语，免错。好，毋敢受访。我摇诶啦，吼。民进党诶候选人差不多都有94.78%的意愿啦。这只不过是选前无负责任的口头支票。国民党甲民进党就有遮尔大诶差别啦只要帮国民党讲一个，就是因为国民党即侪拢是基层爬袂起管台你要学什么语言啦，你向我趁钱上重要啦。阮兜就是安尼啊，好。伫目前母语师资来源少，教材编写无简单，经费不足，教学时数无够，文理也袂统一，母语师费大量流失的情形之下，政府应该对母语教育有较积极正面的态度，爱较积极正面积极甲正面，歹势。政府爱对母语教育有较积极正面的态度，安尼才有法度炸动推动母语教育的发展啊！这拢是1993年、1994年的迄个想法啦1951年，国民党当咧设计抹杀台湾人的母语。1951年，什么时阵？我之前讲过啊，民国40年左右联合国的语言调查组织 UNESCO 本来要来去啦，后来放弃啊，无迄种神命，台湾无迄种神命咧，连 United Nations 拢无法度入去啊，你 UNESCO 会插去好，进行一项全世界语言教育的调查了后，提出报告，建议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提供母语教育。为虾米？伊嘛是心肝头咧智慧啦，因为加拿大嘛互读了差不多啊啦吼，澳洲嘛是死了差不多啊，连 Provençal 一项写过诺贝尔文学奖有得奖过的一种语言Provençal 普罗旺斯语，拢要死啊！你着想母语这教育是偌困难推测的，咱阁有资源，为虾米无爱做？好，甚至伫母语毋是国语，也是官方的语言的所在，甚至迄个母语伫不语区以外的所在无虾米功能。好，这是伊意思就是讲，毋管你母语是毋是迄国语啦。母语是毋是国语啊？是毋是即个所在国语啊？也是讲母语伫母语区即区之外，就无功能啊。管他哩，就是爱保存就对啦。好，伊就即个意思。因的理论基础是认为，使用母语会当表达较好势，迄上重要。因为我教英文的时阵，我教法语的时阵，你囡仔人写，你毋知你写啥，我会问伊讲即句你要写啥？你用国语先讲一下。你用国语上讲者，你讲我顺，我才有法度帮你翻译啊。翻译讲，安尼顺的句是咩用？你袂当用迄种方式来斗，用国语的方式来斗台语，对毋对啊？
佮讲是啥物英语诶方式来到发语啊？迄足远诶哦，即足远诶哦，英语甲法语足远诶哦，吼。迄比啥物？因为你看迄个外口迄个比啥物方言甲啥物官话迄种，迄比诶所在，拢是比啥物德语甲英语。若是你比法语甲英语哦，吼，甲理成啦，文法例句，甲有迄个伊诶迄个内面情绪表达拢无共款，完全拢无共款。好。哦，法语系毕业诶，佮考会调法语研究所，听我诶吼。好啦，OK，会当表达较好势，迄上重要吼。咱人嘛，较会当充分达成自我表现。吼，阮爸伫咧台语诶自我表现是真用心肝咧吐心肝诶吼，食酒去酒上嘛，当然用台语诶骂出干桥。好，好啦，来，一个人伫某一个语言内底形成伊诶思想，甲另外一个语言所形成诶思想加减会无共哦。我伫英语内面诶思想，甲法语内面诶思想，甲日语内面诶思想拢无共。就是拢无共款诶脑，我头壳内面有几层，一层一个台语讲诶，我台语讲诶话，甲我国语就无共款啊。譬如讲，我即马开始讲国语啊吼，如果我现在这样讲话的话，你就会觉得，个性怎么不一样了？对，没错，我个性就会不一样。就是讲，你拄则听到诶个性有共款无？无啥物共款啊，就是有淡薄仔差别，嘛是差别啦。若是你听有迄个内容拜托诶，国语袂迄个吼，嘿啊，我台语足济哦哟啊，嘿啊，那像迄个物件，对啊，就是啊，好，过来吼，歹势啦，好啦，伫台湾一直到1996年，号称号称做台湾化诶台湾国民党哦，结果也是继续要执行殖民时代诶国语教育政策，敢若口头上应付台湾人讲无要禁止母语啊，会使伫学校自由教学啊，但是全然无任何母语教育诶语言计划出来，对。好，按对，敢若课本有课纲是就是已经是上大诶正典啦吼。即马搁要豆围起啊，要练起啊哦，母语要练起啊，要围起啊。你毋知，若是毋知，你着至少知影讲，我是嘛为啥物拼命要用母语来录正音啊，就是因为我感觉伊要练起啊，伊要围起啊，伊要拗起啊。嘿，要安怎？加讲一句是一句啊，有偌济少年人会当像安尼讲。好啦，明明无伫咧遮请呀，要伫倒位请呀，我无要都摕钱出来请呀。好啦，过来，好啦，会使但是 OK，按照教育部新出版的第7届全国教育会议实录，1994年12月哦，以及中华民国教育报告书甲看来，嘛也无任何意愿，卖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廖英来，即马搁伫咧迄个线顶，甲批评讲是教育白贼书，教育白贼书，啥物教育白贼书？你讲母语啊？有母语无？有母语无？拢咧两党在遐互相掠迄个，用掠了么？你掠一寡，我掠一寡，安尼才会进步吼。所以讲吼，嘛希望你会当甲伫下骹甲我多多诶回复，互我进步。我嘛会伫甲你回复诶内面，两个小少来斗阵啥物？斗阵伫咧网络观顶，甲咱诶母语发展继续落去，进行咱诶宁静革命。
咱先到这，再见。